艺人跨界出书，大多是自己当模特儿拍写真书，或写下文字。林予晞去年开摄影展之后，把作品集结成册新书，在26号生日当天发行。今天27日举办粉丝见面会，也再一次为他庆生。签书会上，粉丝大唱生日快乐歌。1月26号刚度过生日的林予晞，升格当起作家，出摄影书。过去艺人出书，大多是作为主角被拍摄的写真书，或是文字内容。林予晞用相机记录，觉得更贴近自己。演员林予晞，一般来讲，女艺人出的写真集应该是出自己吧？怎么会出拍别人呢？完全没有，需要调试，很自在。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比较喜欢拍别人，是演戏的时候才要转换心情，所以这件事情反而是比较做自己。去年底才刚开了摄影展。好友连俞涵和温真菱都是他镜头下的主角，如今把作品集结成册，多了摄影师的身份，却也让他惶惶不安。演员林予晞希望往后可以更加踏实，因为我现在才初出茅庐的感觉，自己讲来有点心虚，一样啦，我觉得是称赞的尴尬，比如予晞好棒哦，作家，我就觉得哦。是吗？26日生日当天，林予晞正在忙着拍新戏，不免俗被恶整祝贺。演员林予晞，导演说，当皇上和第3句振作起来的时候，你要眼睛睁开，起身转头看他，我就很美的这样做了，然后很慢起来，然后转头看他。他就说生日快乐，然后抹奶油到我脸上，我被整了。签书会当天，粉丝也特制肖像蛋糕，林予晞许下愿望，第2本书明年生日也能如期出炉。